終コーナーまた直線だ。各馬一斉にムチが入る。おーっと後方から猛烈な勢いで追い込んでくる白い影緑巻き馬王だ。先頭集団並んで一気に抜き去った。その先馬身から3馬身巻き馬王強い。右側を大きく引き離して今ゴール。巻き馬王圧勝。これから始まる大レース、ひしめき合っていななくは天下のサラブレッド4歳馬。今日はダービーめでたいな。それが走れ走れ巻き場を本命穴馬かき分けて、走れ走れ巻き場を追いつけ追い越せ引っこ抜け。スタートダッシュで手遅れる。どこまで行っても離される。ここでお前が負けたならおいらの生活ままならぬ。走れ走れ走れ巻き場を本命穴馬かき分けて、走れ走れ走れ巻き場を追いつけ追い越せ引っこ抜け。走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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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巻き場を本命穴馬かき分けて、走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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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巻き場を追いつけ追い越せ引っこ抜け。喺蒙古嘅20000米大賽途中，賴斯道同埋扎比道前面出現咗一班狼群，於是我哋走去後邊話俾啲馬聽前面有危險。扎比道就同嗰班狼群搏鬥起上嚟，於是我哋就求嗰班馬幫手對付嗰啲狼群啦。但係大家都認為扎比道係一隻衰馬，冇一隻馬肯去幫手啊。於是賴斯道唯有單人匹馬走去拯救扎比道啦。生死邊緣。快啲啊，賴斯壯！用你嘅獨有跑法又好，用咩方法都好，一定要趕得切啊！扎比道，你千祈唔好死，我就過緊你噶啦！一定要頂住啊！扎比道，見到佢啦，喺嗰邊啊，喺嗰邊啊！居然將扎比道搞成咁樣！扎比道，扎比道，扎比道啊！你哋居然將扎比道搞成咁！好啊，兄弟，連佢都一齊搞掂埋。可惡啊！
哦，扎比道啊！乜你仲未死咩？扎比道，正日係蠢材，點解你哋仲要冒險翻返嚟呢度？知唔知道好危險噶？扎比道，賴斯壯，扎比道原來仲未死啊！佢醒翻啦！唉，你嚇死我啊！扎比道，原來你未死㗎。喂，哎呀，而家仲未係可以放鬆嘅時候啊！喺度阻頭阻勢，就算你點努力都好啦，都冇可能保得住佢條命仔嘅。係啦！救命啊！好奇怪嘅風喎！扎比道佢而家點樣啊？你做咩忽然間咁擔心佢啊？冇咩嘅，但係我只不過喺度諗，嗰隻白馬係咪真係去救嗰隻扎比道啫嘛？就算點都好啦，佢嘅事同我哋無關啊！扎比道喺2年前居然身為首領，睇住自己同伴死都唔夠，咁樣扎比道咪受緊應得嘅懲罰咯？呢啲就叫做應有此報。大家等一陣啊！扎比道佢冇嚟氣到同伴噶。阿拉古，你講咩啊？乜扎比道唔係你恨之入骨嘅馬嚟嘅咩？你冇嘢啊嘛？係啊！2年前就係因為扎比道佢入咗狼嘅樹林裏邊，闖入咗狼嘅勢力範圍，激嬲咗啲狼。你嘅媽媽就係因為咁而被咬死嘅，你嘅內心亦都因為咁受到好大嘅傷害。但係啊，唔好講咁多啦！喺啲狼仲未嚟之前，我哋都係快啲走啦，快啲離開呢度啦！唔係噶，呢一啲根本就唔係事實嚟。扎比道佢就死啦！哇！身手好快啊！有我喺度，你哋唔使旨意點扎比道一條頭髮啊！可惡啊！各位兄弟，大家一齊上啦！冇機會啊！你走唔甩噶啦，就死啦！賴斯壯啊！真係好犀利喎，咁都頂得住啊！賴斯壯啊！對唔住啊，首領扎比道係星仔，長虎大叔。跟咗無常嘅後生仔，老細真係好對唔住啊！我已經唔得噶啦，賴斯壯啊，振作啦！今日到此為止啦。
你哋係？你哋終於都嚟咗啦！我哋係唔會對同伴見死不救嘅。同伴，你哋頭先唔係話扎比度佢係怕死鬼嚟嘅咩？我哋已經知道咗真相啦，我哋明白扎比度唔係怕死鬼嚟。扎比度佢其實係我哋嘅真正嘅首領嚟。我警告你哋啊，你哋唔好再傷害佢哋啊！你哋呢班不知所謂嘅流浪，企埋一齊就可以嚇到我哋啦咩？你哋無論有幾多馬喺我哋面前，始終馬就係馬，狼就係狼，馬又點可以同狼鬥啊？點解呢度淨係得翻啲細路嘅？大件事啦，有狼群出現啦！咩話？賴斯壯同扎比度佢哋咧？佢哋同啲狼搏鬥緊啊，就喺嗰一邊咋。咩話？大家，人再打我！牧場王，呢班可惡嘅馬，太可惡啦！有啦，我哋終於都贏咗啦！扎比度，我哋一直誤會你，真係好對唔住。你嘅傷勢點樣啊？呢一啲只不過係輕傷嚟啫。對唔住啊，因為我冇勇氣嘅關係，因為我先至搞成咁。好彩頭先我仲講得切，講個事實出嚟。唔係咁噶，呢一啲並唔係事實嚟。扎比度佢，各位，大家等一陣啊！扎比度佢冇捨棄到同伴噶。你哋所知嘅根本就唔係事實嚟。其實最衰嗰個，最衰係我。扎比度佢，其實扎比度佢根本就冇做錯事。你講咩話？喺嗰陣時喺森林度激嬲嗰啲狼嘅，並唔係扎比度啊，其實係我激嬲啲狼噶。件事究竟係點樣噶？扎比度因為知道我激嬲咗啲狼，所以佢為咗保護我，同嗰啲狼搏鬥啊！佢根本就冇見死不救。冇可能！我冇講大話噶。因為佢為咗盡做首領嘅責任，單人匹馬同10幾隻狼搏鬥，但係最後仍然有幾隻狼走甩咗，佢哋仲趁機會嚟到呢度襲擊我哋。到最後扎比度筋疲力盡，一翻到嚟就忍唔住，佢瞓着咗啦。喺佢面上面嗰啲傷痕，大家都好清楚見到噶。呢一啲就係最好嘅證據嚟啦。原來我哋一直以嚟都誤會咗扎比度，我哋怪錯咗首領啦。扎比度佢咁耐以嚟都冇講過呢一件事，雖然犯錯嗰個係我，但係佢冇將件事揭穿，將個責任全部孭晒上身。有啲咁嘅事，佢為咗我哋，居然同10幾隻狼搏鬥，佢真係勇敢。照佢咁講嘅，如果唔係有扎比度，我哋可能已經全部都死晒啦。而我哋竟然對佢做出一啲見死不救嘅事，我哋唔可以俾佢死㗎！佢係我哋嘅真正領袖。夠啦，呢啲已經係以前嘅事。今日終於都明白啦，扎比度，你係我哋嘅真正領袖，我哋好敬重你。
真嘅，我真係可以做領袖。梗係可以啦。我哋全部嘅馬都一樣會跟住你噶。好多謝你哋。扎比度佢居然會流眼淚喎，真係估都估唔到啊！真係太好啦！大家對扎比度嘅誤解，終於都解決咗啦。賴司長，啊！喂，賴司長，啊，星仔。真係估唔到，因為啲狼搞到個比賽要腰斬喎，真係好對唔住啊！誒，槍虎大叔，你做咩啊？哦，由頭先開始就粒聲都唔出。其實咧，我哋打算聽日就翻去日本啊，所以啊，我想話，係啊，你要翻去啊？咁啊，真係可惜咯。係啊，我想話。可唔可以俾翻乜嘢啊？哦，你借俾我嗰本教人生頭髮嘅書啊，我仲未睇完噃。我講緊係我嘅牧場王啊！你快啲還翻俾我！你隻馬，你喺度講乜嘢啊？嗰隻係我嘅馬嚟啊！嗰隻跑得咁快又咁罕有嘅馬，我係點捨得俾人啊？你都傻嘅！係咪真係可以俾翻我哋噶？我已經為呢隻馬決定咗佢嘅將來啦。真係嘅？冇錯，我決定咗交呢匹馬俾范富昌府，要佢喺日本贏到好多好多嘅比賽翻嚟。咁即係話，賴司長可以翻日本啊！多爾哲啊！就咁決定啦，無論點都好，你要同我訓練到佢成為天下第一嘅賽馬。Thank you 你啊，多爾哲。咁快脆，聽日就要同你哋分別啦。啊，真係好多謝你嘅照顧。哦，傻啦，唔使客氣嘅。可惡啊！細狼，我唔會輸俾你噶。睇呢隻嘢啊，又喺夢裏邊同啲狼打交。呢一次真係全靠你哋，我先冇事。其實係我要多謝你先至啱，完全係因為你先至令到賴史壯記得翻自己跑法嘅秘密咋。你嘅跑法係左右對稱咁同時移動前後兩腳嘅方法，而賴史壯嘅就係前後對稱咁同時移動左右兩腳嘅走法。驟眼睇以為係兩種完全唔同嘅跑法，但係兩隻腳一齊踏地一次嘅話，咁樣所出嘅力度就會多咗1倍，呢點係完全一樣嘅。如果腳嘅轉動速度係冇變嘅話咧，咁當然就會有1倍嘅速度啦。但係佢只係喺一啲忘我或者危急嘅時候，只可以用呢種跑法。佢真係一隻好奇怪嘅馬。小寶寶啊，我今次唔會輸俾你嘅。今次佢又夢到佢嘅對手，將佢呢一種跑法喺佢比賽裏邊發揮出嚟，就係你嘅工作。如果佢可以用到衝向狼群嘅時候嘅跑法，相信冇一隻馬係佢嘅對手嚟。你哋會成為日本第一啊？唔係，應該係世界第一。而曾經跑贏過你哋嘅我，就會身價上升。俾心機啊！多謝你啊！呢度係邊度嚟噶？點解會喺飛機上邊噶？我哋而家翻緊去日本啊！你千祈唔好出聲，要扮公仔先得噶，知嘛？點得噶？我都未同大家講再見啊！扎比度，拜拜啊！各位拜拜啊！扎比度，拜拜！再見啊，賴史壯。
れた景色、聞き慣れた言葉、インタビューされ慣れた記者の皆さん、やっぱり日本は落ち着くのね。だけどいつの間にか知らないお馬が僕より人気者なのね。一体誰なのよ。次回、悪魔のラッキーホース。負けないのね。馬並みなのね、体とっても馬並みなのね、私は鳥太いというのなら見せてやろうか肝っ玉、硬い